今日我哋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好多人關心嘅主題：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下降，買樓係咪一個好時機？最近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有明顯下降，帶動按揭利率降低，唔少人覺得呢個係入市嘅好機會。但係買樓係一個重大財務決定，涉及大量資金同長期承諾，究竟而家係咪真係好時機？今日我哋會由市場數據、專家分析同全球經濟背景3方面幫大家睇睇。預約睇樓數字上升，反映買樓意欲加強。今日有報章報道，近期多間主要地產代理報告預約睇樓數字顯著上升，反映市民對買樓嘅興趣增加。美聯物業同香港置業分別錄得436宗同埋379宗週末睇樓預約，預約嘅人數連續4個禮拜上升，而美聯物業嘅睇樓數字更加係最近6個星期以嚟最高。另外，今個禮拜西沙果邊個新盤亦都會繼續開賣，市場預期銷售情況應該會好理想。呢啲數據顯示，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下降直接降低咗按揭利率，令月供負擔減少，吸引更多人考慮買樓。尤其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表示，部分地區嘅按揭成本已經低過租金，呢個對想租轉買嘅用家有好大吸引力。除咗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下降，市場信心亦受其他因素推動。例如，中美之間嘅關稅談判有進展，兩國同意重啟談判，減少咗對香港經濟嘅潛在衝擊。同時，新盤銷售勢頭良好，亦帶動二手市場活躍。呢啲因素一齊推高咗預約睇樓數字，顯示市場氣氛正面。但係單靠呢啲短期利好，係咪就代表買樓冇風險？答案未必係咁簡單。我哋要進一步睇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下降嘅原因同可持續性。短期低息唔等於長期趨勢，入市需要審慎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下降背後嘅原因，根據匯豐全球研究，目前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低企，因為港元流動性過剩。金管局早前注入近1300億港元，令銀行系統總盈餘由450億增加至超過1700億港元，推低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至1厘半以下，較5月2日嘅3厘98大幅下降。研究同時警告，呢個低息環境係暫時性，因為嚟緊結算需求增加。5月底將有大型首次公開招股同公司派息活動，預計增加結算需求，吸收流動性，推高香港銀行同業拆息。匯豐估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將回升至約3厘35。如果美國聯儲局年內減息3次，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降至2厘75，但呢個係假設性情景。短期結算需求波動，加上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仍然高企，可能令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出現波動。除咗睇香港嘅資金流入，美國聯儲局嘅利率決定對香港亦都會有直接影響。響5月初美聯儲最近一次議息之後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強調等待減息嘅成本低。喺新聞發佈會上22次提到 wait， 顯示對減息態度審慎。呢個政策立場對香港有深遠影響。如果聯儲局唔減息，香港嘅低利率難以長期維持，甚至可能因美元利率壓力而上升。買樓人士需要警惕呢個外部風險，唔可以單靠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短期下跌做決定。買樓係一個重大財務決定，涉及數百萬港元嘅資金同幾十年嘅還款期。以下係幾個財務評估要點：計算每月收入同必要開支，確保有足夠儲備應對利率上升或突發事件。如果工作唔穩定，應避免承擔高額按揭，以免失業之後無法還款。相信經歷過呢幾日大型銀行都裁員之後，大部分人都唔敢講份工好穩陣。記得計算負擔能力嘅時候計埋管理費、差餉同埋其他雜費，預留資金應對呢啲開支。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